为了让应届毕业生会当有做找头路的准备，伫踏出校园以后顺利就业，分嘉南分署的青年职业发展中心特别邀请饭店、美妆甲电子等13间企业，选出108名额，提供为期2个月培训课程。上午3官校代表正式拍开报章，向前启动计划。现在年轻人毕业到找到第一份工作是大概要平均3.7个月啊，那我们希望缩短我们青年学子找工作的时间，所以我们特别安排一系列的这种求职的就业准备的课程，包括企业的实习、参访然后还有企业的这个专业的教练，可以协助我们青年学子能够在毕业之后呢，迅速的做好准备，可以跟职场的就业工作对接，所以我们才安排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讲座跟课程希望带领青年学子可以尽快的融入整个工作市场的情境。目前配合的非常的踊跃包括我们台湾的微软，或者是我们洪家腾，或者是海底捞啦，或者是我们的精英的酒店、老爷酒店涵盖的有工业类的，我们民生餐饮，还有我们所谓的商业会计类的。那这3大的学门，那希望我们青年学子呢踊跃来报名参加。我们名额有限大概我们这次提供了108个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有专家呢可以进场热情的辅导各位，所以欢迎青年朋友把握这个机会。我们为期这个计划有2个月的课程，非常的精彩。这一次饭店跟他们合作，主要是提供职缺的部分，让学生有一个找工作的一个更好的管道。那最重要的是呢，我们提供一个可以实习的场域，然后我们还提供了模拟的面试，然后甚至可以到现场去参观，让学生在选择工作之前呢，可以找到符合他们自己需求的职务或者是工作。那也让我们的业者跟学生可以达到更好的默契，然后给客人更好的服务。根据统计，学生毕业到就业平均也有3-4个月落差，所以青年如何顺利找到就业的方向，马上应有市场所需要能力。现场所有厂商甲老师拢是贵人，欢迎附下资格应届毕业生善用政府资源踊跃报名。洽询专线06-302-0036。今日新闻，阮志林跟采访报道。